来是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条，捌来发表一中同表的主张，所以宣布要到台南选立委了后，讲国民党今日影响到选情，是想办法要来卡跳。也毋过台南市党部审查了后，也是建请党中央提名洪秀条。另外，国民党抢攻军人的选票，伫9月初3的军人节要扩大来举办。向中华民国英勇的国军致上最敬礼。823炮战61周年，才拄结束了。国民党宣布93军人节伫全国要扩大举办致敬活动，同时将炮管对准民进党甲过瓜王。这个政府不重视台北场3个人换位置照相握手，那些老兵跟遗嘱遗眷坐在台下，变成配角之外的边缘人。2020的选战开始，国民党抢攻军人选票，前主席洪秀条嘛出马到台南上届艰难的第6选区选立委，挑战民进党的王定宇。哎呀，龙姐啊，我来啦！本来党内烦恼讲洪秀条一中同表主张会影响选情，所以讲要甲动。伫洪秀条表明讲，袂阁讲一中同表，台南市党部建议党中央甲提名。其他人呢，有意参选的人都同意礼让给朱柱杰啊。那朱柱杰也公开提到，他这一次的选举的主轴就是谈教育跟台南的发展。下来就看洪秀条敢有法度为国民党抢关键的一胜。